免責聲明：本影片為品牌 Stewart 型號嘅 C130 製冰機清潔過程示範。請注意，唔同製冰機可能有唔同嘅操作手冊或控制按鈕。我哋強烈建議你查閱並遵守製造商嘅操作及安全手冊。請根據你嘅製冰機具體情況進行所有清潔過程。隆重介紹 AerisGuard 製冰機清潔劑，呢個係保持製冰機潔淨衛生嘅終極解決方案，確保為你嘅客戶提供純淨無污染嘅冰塊。AerisGuard 製冰機清潔劑採用專利配方科學設計，制定製冰機清潔黃金標準。啟動製冰機清潔過程，安全第一。首先切斷製冰機電源，開始清潔程序前務必戴上防護手套及護目鏡。如儲藏箱上有剩餘冰塊，請先全部移走以作準備清潔機器。移除前側及頂部外殼。準備清潔溶液，將 AerisGuard 製冰機清潔劑以1:50嘅比例添加到攝氏45至65度或華氏113度至149度嘅暖水以作稀釋，用於清潔除垢及消化有機碎食沉積物。影片展示為200毫升清潔劑與10公升溫水混合。將已稀釋嘅溶液倒入機器水槽。重新連接電源並啟動製冰機清潔模式，以清潔模式運行30分鐘以獲得最佳效果。30分鐘後，斷開電源並打開槽蓋以排出清潔溶液。重新連接電源，蓋上水槽蓋，並以清水進行循環清潔，沖走所有殘留物直到水清澈且無氣泡為止。最後，將前頂及側面外殼重新組裝。你嘅製冰機而家已經非常乾淨，並準備生產純淨無污染嘅冰塊。謝謝收看。